文憑嘅成績就已經出爐啦，所以如果你 DSE 嘅成績唔達到你心目中嘅要求，或者去唔到你嚟緊心儀大學或者心儀學科所需要嘅分數嘅時候，應該點做呢？或者就可以考慮呢一個嘅 IAL 啦。點解我哋會覺得你需要考慮 International A Level 呢？其實有三大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本身你而家讀緊嘅學科，你所讀嘅課程，佢而家嗰個考試制度係咪最適合你？我 IAL 講緊就係話15%度嘅學生係會攞到 A star 喎，因為我哋講緊 DSE 係一卷定生死嘅一個嘅課程，而我哋呢個 IAL 嘅課程咧係單元化，亦即係代表我讀一科，我可以按照我嗰個嘅學習嘅進度啦，同埋我操練嗰個嘅能力咧，去揀選究竟我係喺邊一個考期去考邊一科嘅邊一個單元。而變咗，我可以睇住我自己嘅進度嘅時候咧，亦都去改變我嘅策略。咩叫改變我嘅策略咧？就可能睇下我本身每一個單元所得出嚟嘅成績係咪適合或者足夠我達到我目標嘅成績。如果唔得嘅話，我可以揀選翻特定嘅單元去重考。呢一樣嘢 DSE 係唔可以俾你做嘅。所以 International A Level 會俾到一個更加靈活性、更加策略性同埋最大嘅回報，令你嚟緊報大學嘅時候可以用最好嘅姿態去選擇你心儀嘅學科同埋心儀嘅科目。如果想知更多嘅話，我哋可以幫到你。我係 Arch 嘅課程總監 Alison Ma。